Hello，我係 Damian，今日帶大家睇位於 Alhambra 嘅全新獨立屋。呢個屋嘅戶型呢，提供4個房加個 loft， 3.5浴，室內面積係2123尺，非常適合家庭自住嘅。開放式嘅客廳連埋廚房嘅設計，空間寬闊又充滿自然嘅採光。佢係有個 loft 嘅，所以咧可以做一個家庭影院啦、書房或者小朋友嘅遊戲區，亦都可以嘅。地區位置係幾好㗎，喺個 Main Street 嘅附近，食飯買嘢、日常生活都係好方便嘅。而呢間屋最正嘅賣點就係我自己本人好中意嘅，就係佢最頂嗰層係完全係有你自己嘅私人空間，差唔多係可以有一房一廳、一個洗手間，仲有個騎樓，完全係可以唔使落樓下都係可以。如果有興趣嘅話，得閒嚟睇下啦，拜拜。